国造飞龙无人创水艇，今仔有军事被协调顶悬，阁有装2支鱼雷管。这飞龙的测试结果，未来嘛会参考用伫咧大型的唱水艦。美国的麦当劳爆出大肠杆菌食物中毒的案件，那像是牛肉和肉架出现问题，上无有49个病例，嘛已经有1个人死亡。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去视察洲际弹道飞弹基地。南韩的媒体分析，金正恩可能是要展示因有材料通好拍去到美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仔日公视台台新闻世界通，我是陈雅纯。今仔日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到中国直透咧威胁咱台湾，将中国的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又搁对台湾海峡通过。咱的国防部有密切掌握这个动态，针对着外界咧烦恼讲中国若是要封锁台湾，咱是要安怎？国防部长顾立雄就表示讲，封锁台湾是已经牵涉到战争的行为，而且影响到全球运输产值大约1/5，超过2兆的美金，所以国际是无可能放任不管。他现在正在通过台湾海峡，沿着中线以西到北尺。密切掌握中共辽宁号航南编队动态，国防部也公布日几日，正休15架次强机6架次强南交代，中共也伫23透早9点，佮发射长征2号运载火箭飞行路线，经过咱国防空设备区西南部，对台湾地区无危害，并对中共继续武吓。外界关注，那中国透过铺设地带战术，加猛抓战略实施封锁台湾，咱要安怎应用？禁止所有的这一个基建进入这个区域，这个已经是视同一个战争的行为。经过台湾海峡海上运输的这个产值，大概约占全球运输产值的1/5啊，要达到2.45兆美金呢，国际也不可能坐视不管。顾立雄强调，中共若封控台海，都是战争行为，会严重影响全球经济，国际社会无可能接受国军也以相关规划正伫应急作战阶段。中央留意关心，面临战争封锁威胁的时，国内的能源燃料存量跟粮食安全问题。如果这个3个天然气接收站能够顺利的完成的话，我们大概法定的存量大概到达14天以上没有问题。真的是在非常极端的状况下，有一些已经除役的煤的电厂可能会变成一些国安专用的紧急备用的那个机组，把原本到座的部分本来可能比较不是在这方面生产，我们转做杂粮部分。根据农业部报告，咱国战争时期的粮食计划，包括储备库存未当加过3个月存量，佫会导致当地复经，甲优先种旱季大豆甲短期菜蔬，那农民无法度出海，也会扩大换用比等，是10成水产。强化这整个韧性上面，后勤韧性，我们的确准备了，除了干粮之外的一些便利包或者是即食品，可以方便这个官兵随时可以使用。那本土爱准备，国防部也会调整瓜地岛存粮，除了将原本救灾物资的加热食餐鸭肉转做战备物资，也传出外岛防区的白米罐头甲烤牛存量，也会提升到会当互官兵食100字以上。那防封锁也规划用空投等方式执行运补。记者综合报道。咱中科院甲龙德造船合作来打造飞龙无人畅水艇，有军事备着翕到这畅水艇顶头，阁有装2支鱼雷管。也那这专家就表示讲，升伫咧缩小版的飞龙来试验整合各种的设备系统，未来就会当做参考，换用伫咧大型的畅水艦。船身是白红色的，载具浮出水面，外形敢像小型的舰舰。这是中科院甲龙德造船合手打造的飞龙水下无人载具。今年9月头一摆海试，方看到情形。最近搁再有军事迷看到飞龙，为了头前的2句鱼雷管也看得真清楚。它的设计是要建立一个水下的一个测试载台，那么可以搭载各式的设备，包括声呐，还有就是鱼雷以及鱼雷管。那如果说整合顺利成熟之后，它就可能会移植到正规的潜艇上去使用，如此可以有效的就是降低研发过程的风险以及成本，这一点是非常有价值的。专家认为，飞龙顶是缩小版的舰舰，会用整合不同系统，发挥更加大的效果。未来直接移植到大型的舰舰。根据了解，飞龙水下无人测试载具的未来规划甲用途，虽然伊属有测试的平台，会用验证多项科学研究的计划，毋是一只只能搭载武器的无人作战舰艇。不过，研发的成果也是有一定的参考的价值，该有可能运用的所在。我们的重点是说，好，我们可以发展各
式各样的水中温载具、水面温载具，但是经过大量的航行验证，然后跟友军做相关的通联或协调，这个比较重要。政治国防部发言人孙立峰是证实，中科院水下无人遥控载具的研发计划是国内新创学术研究，主要目的是要发展军民通用关键技术，土地海洋资源的运用，不是为特定军事用途来发展。国防部是乐观来看待。记者综合报道。顶礼拜东湖一个15岁少年家偷驶车弄死3个人，引起社会关注。但又搁传出未成年无照驶车案件，这是伫咧新德县有一个17岁少年家偷驶车，伫咧路仔口搁无停让过路人，转去弄到无仔囝3个人。专家是建议讲，驾驶的教育是爱提早。因为监管基金会表示讲，爱修法家长处罚，而且爱连带家长罚家长。妈妈手牵大汉查某囝，细汉查某囝用爱，无仔囝3人过大路，西湾的汽车无停落来，当场就甲弄落去。救护车紧来，老母一度唔知人，7岁囡仔头壳讲到涂骹，3岁大汉查某囝跌伫脸仔骹。3岁的女童，大腿的部分有一个大面积的擦伤及头部一处擦伤。那1岁女童的部分，因为有撞到地面，造成头部的红肿淤血。代志发生伫新德县新宝卫生所头前，2日下晡4点外，警方调查，这4号开车的人唔拿路口无停互人过，伊阁是无驾照开车，而且只有17岁。肇事家属已至本分局说明，本分局已针对肇事者无照驾驶、未礼让行人等交通违规开罚，并对车主将车辆借给未成年使用开罚。为什么要偷车？台北市东湖才发生15岁少年偷开车，造成3死2伤的事件。桃园市中立也有15岁少年开车伫地下停车场乱开，最后家己弄到条仔受伤。加上这摆案件，未成年无驾照开车，伫短短1礼拜内就出现3残。只有罚款的话，对于一个儿少来说，他是不会学习到或者是受到相关的一个教育，也应该要加强这个所谓的连坐对象所应该要付出的代价跟责任。依照国内规定，抓到无照驾驶无造成死伤，这种只有行政法。对象若是未成年，父母监护人嘛爱去上道安的讲习。严过监管基金会建议，修法爱暂定刑法，强化这个辅导交替的机制，增加连坐的处罚，互家属爱有所警觉，有效来监督甲教育。专家也分析，道安也有开车这观念爱提前来教育。我们的交通教育来讲，在中小学那个区块，大家都是强调在执法，还有就是说如何取缔。我们知道有无照驾驶的学生的话，会有警察机关通报学校，然后由社会单位跟学校单位来进行相关的一些辅导。安怎杜绝未成年无照驾驶的乱象？对家庭教育、法令的层面、交通知识教导，伫发生重大事故了后，即阵拢可一一提出来检查损失。记者综合报道。过来，有啥物大代志？带大家做回来看。台中有2个民众去餐厅食饭，出现歹巴肚的状况。其中一个人搁住院住8天，民众就质疑是这餐厅的机能有问题，要求爱赔偿。不过业者敢若愿意提供慰问金，甚至送去的糖果礼盒嘛有拿去。因为台中市食安处检验了后，讲无法度认定这2个人食物中毒，甲餐厅的食材有一定的关系。过来看9月开始推动特班啉牛奶，不过部分学校因为人数伤济，找无厂商会当供应，也是出现牛奶的运送甲保存这问题。就有告诉工会呼吁政府爱改做发牛奶罐，让学生会当家己去超商领来啉，减少校方的负担。继续来关心受到东北季风甲潭里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希望开始一直到拜5，台北、宜兰甲恒春半岛地区是较高的落大雨。气象署表示，明仔载拜4天气会上歹，得要预防落大水雨。咱继续来关心到国际消息，讲到这美国总统大选11月初5就要投票，关键摇摆州之一的威斯康辛州是已经开始提早投票，民主党甲共和党拢拍拼来争取支持。也最近是有民调显示讲，美国的少年亚洲的这选民影响力有提升，在咧经济甲种族平等这议题方面，超过60%的少年亚洲是支持民主党的何金丽。50张选举人票的摇摆州威斯康辛州支持国行总统大选提前投票，未少投票所透早就出现真侪投票人。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自2020年伫这州用不到2.1万票输给拜登。这州第一上新的民调显示，川普甲民主党的何金丽两人胜负不过1%。I didn't vote for him to be the pastor of my church. I voted for him to be the president of this country. This country needs to be run like a business, and he's a businessman. Predominantly because I am a woman of color, and I'm like I said, I'm moderate, but my body, my choice. 前美国总统奥巴马自治到威斯康辛州，甲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华兹合体，替何金丽有票催票，佮将目标对准川普。So Wisconsin, we do not need to see what an older, loonier Donald Trump looks like with no guardrails. America's ready to turn the page. 川普第二伫北卡州时批评奥巴马假本事，也强调拜登政府4年无能，免阁继续。Are you better off now than you were 4 years ago? I don't think so. So I'm here today with a message of hope for all Americans. With your vote this election, I will end inflation. I will stop the invasion of criminals into our country. 离大选倒算2礼拜，选情真紧张，因为以前大选海外选民投票率拢无悬，今年两党各积极争取可能决定大选结果的海外侨民的支持，尤其伫7大摇摆州的160万合计选民，每一张票拢可能左右选情。根据美国亚系、非裔甲西语系团体自治公布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18到44岁亚系少年选民的政治影响力有明显提升。伫经济、种族平等甲气候等议题，63%亚系少年选民支持何金丽，只有33%支持川普，也有可能伫今年大选的摇摆州发挥一定的作用。公视新闻警员庆平报。美国的麦当劳爆出大肠杆菌的食物中毒案件，上无已经出现49个病例，10个住院患者当中是已经有1个人死亡。即马怀疑就是这牛肉和肉架内底洋葱也是牛肉出问题，有传出病例分店是拢已经暂停供应这产品。因为咱台湾的麦当劳表示讲，咱的食材来源甲美国的无共款，拢有符合标准，请消费者是毋免烦恼。原来是药署嘛有要调查讲，这有问题原料敢有进口来到台湾？这样4盎司的牛肉堡，那像是造成美国麦当娜伫10州发生的食安事件的凶手。美国疾病管制预防中心 CDC 第2日公布美国麦当娜4盎司牛肉堡引起大肠杆菌感染的事件调查报告。目前知影这件事件通报时间按9月27开始到10月11日。感染住院的10个人内底有1个人死亡，一个囡仔出现上着腰子的阳痿性尿毒症候群。这个食安事件发生到当影响10个州，包括 CDC、美国农业部甲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拢介入调查。FDA 的官方网站有公开造成这件食安事件的牛肉堡的相片，传出病例的麦当娜店家最主要是集中伫画面顶头空色的科罗拉多甲深绿的内布拉斯加等3个州。另外，卫生单位的人采样分析验出大肠杆菌 O157H7型。感染的菜料哪像是切片的葱头，还是牛肉鸭饼？目前传出病例的麦当娜店家已经暂时停卖这款的汉堡，嘛无得用这2款的菜料。那其他的酒是无受到影响。这摆事件有验出大肠杆菌的菌株，会致使腹肚绞痛、吐老、发烧，若是严重的出现处肺性的落瀉，也有腰子坎坷等症头。受到通膨的影响，麦当娜伫第2季全球的销量4年来头一摆落册，这摆事件恐惊予伊的营运更加凄惨。CDC 调查报告出来了，麦当娜的股票即时落册9%。公视新闻张秀芬编译。来关心国际货币基金 IMF 发表上新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指出伫咧新冠疫情收煞了后的这2冬，各国的经济拢有恢复，不过伫咧明年2025年有可能会小可下降。伫这报告当中，咱台湾今年的成长率是会达到3.7%，比去年有搁较进步，不过明年有可能就会落来到2.7%。国际货币基金按照惯例，会伫每一季的第1个月公布随时修正过的预测数字。
包括成长率甲物价年增率等等上新的预测显示，2024年全球平均成长率是3.2%，甲去年的3.3%差不多。2025年也会维持这个成绩。伫全球主要经济体的经济成长方面，为2023到2024年，美国的成长率维持伫2.9%到2.8%，2025年预计会拔到2.2%。这已经是先进工业国上好的成绩，只有西班牙的2.7%到2.9%会当比。欧元区其他国家的成长率拢伫1%左右隔动来回。新兴市场国家的走向也差不多，成长率排第一的是印度。伫这2年8.2%甲7%的高动了后，2025年可能会落到6.5%。中国是会为5.2%一路提高4.5%。IMF 分析认为，区域冲突为经济成长带来的无确定风险是上大的威胁。These downside risks include an escalation in regional conflicts, especially in the Middle East, which could pose serious risks for commodity markets. Policy shifts toward undesirable trade and industrial policies could also significantly lower output. 不过，经济前途伫无肯定中也传来利多，就是物价年增率渐渐脱离疫情期间供应链大乱引起的物价起。当然，经济成长等好伴随通膨率，两方面之间的因果关系对各国的实体经济安全影响也有待观察。公司新闻持家真编译。罗西亚主办金砖国家峰会，包括中国、印度、甲伊朗等等30来个国家拢有参与。这是自从罗欧开战以来，罗西亚主办上大规模的外交盛事。外界就认为讲，罗西亚的总统普廷是按算要借这个峰会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而且有可能佫会设立新的支付系统，通去互罗西亚闪过金融制裁。甲来访的各国领导人以爱手表示欢迎，互西方国家摆脱，甚至互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可能正犯的罗西亚总统普廷，以地主的身份迎接36个领袖前来喀山参加金砖峰会。伊真无闲的甲几位领袖举行双边会谈，其中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是今年第3摆会面。世界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但我坚信中俄世代友好的深厚情谊不会变。Мы намерены и далее наращивать координацию на всех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площадках в целях обеспечения глоб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и справедливого мира. 分析指出，普廷有意就主办金砖峰会突破西方国家的封锁甲孤立，也毋过俄战争什么时阵会当结束，佫较是各国领袖关注的焦点。रूस और यूक्रेन के बीच चल रहे संघर्ष के विषय पर हम लगातार संपर्क में रहे हैं। जैसा मैंने पहले भी कहा है, हमारा मानना है कि समस्याओं का समाधान शांतिपूर्ण तरीके से ही होना चाहिए। 印度总理莫迪捌伫7八会分别造访罗欧两国，扮演化解冲突的公亲。也毋过，伊一方面答应向基辅提供人道支持，却也避免明确谴责莫斯科的侵略行动，目前成果有限。金砖峰会15年前头一摆举办，当初成员国只有巴西、罗西亚、印度甲中国4国，后来南非、埃及、伊索比亚、伊朗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陆续加入，秘书加做对抗西方的力量。这摆峰会议程会讨论设立由金砖国主导的支付系统，会当互罗西亚回避西方所谓的金融制裁。另外，一直升级的中东情势也是焦点之一。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根据北韩的官方媒体报道，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去视察洲际弹道飞弹基地。南韩的媒体就分析讲，金正恩可能是要展示因的飞弹有材料通好拍去到美国。另外，金正恩的小妹金宇正是佮公开来批评南韩佮乌克兰，讲这两个国家是调工要对有核武的国家来起无空。相片内底会当看出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带头伫像哪行，后壁对的是北韩军官。北韩官方媒体朝中社23报道，金正恩去 ICBM 洲际弹道飞弹基地视察，文章配合真侪相片，报道金正恩强调战略飞弹是战争一战力的中枢核心力量，坚持提升发展战略飞弹武力。佮表示美国的战略核武对北韩国家安全的威胁一天比一天增加，加上各种潜在危险，和北韩正需要提升战争的协作力。媒体分析，金正恩有可能趁美国大选进程，借此展现北韩的飞弹会当远程打击美国的能力。对于进前，南韩情报机构指出，北韩敌将部队到俄罗斯关东地区进行作战训练，会协助俄军进入乌克兰前线作战。北韩驻联合国代表人员伫联合国安理会表态，这是无经济的谣言。
As for the so-called military cooperation with Russia, my delegation does not feel any need for a comment on such groundless stereotype rumors aimed at smearing the image of the DPRK and undermining the legitimate, friendly and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sovereign states. 北约组织甲美国暂时无法度证实这个资讯，也毋过双方拢认为这有可能是俄乌战争升级的潜在信号。英国国防部长认为南韩的进步有可能是事实。In a concerning new development, it is now highly likely that the transfer of hundreds of combat troops from North Korea to Russia has begun. North Korean soldiers supporting Russia's war of aggression on European soil. 乌克兰情报当局透露，北韩部队上近有可能在当地23抵达俄国的库斯克。对此，南韩是敦促北韩马上撤出部署在俄罗斯的北韩军队，表示若是北韩甲俄罗斯继续非法合作，南韩政府未客侵水。对乌克兰甲南韩的指控，金正恩小妹金宇正在日公开骂这两个国家，讲因是美国饲的，而且唔知好歹搞，认为南韩甲乌克兰是挑故意对拥核的国家起事端。公司新闻台是董炳益。来看即马网络世代是愈来愈多人去做即个网络红人。即马伫咧爱尔兰一间大学都有开设网红的低级训练班课程，最近也佮扩大来推出4档的课程，包括着这创意影音的故事甲行销，也佮有创业能力、数据分析的课程，上基本的摄影机、麦克的操作甲实习等等，拢总有教着。头一批拢总要收15个学生，读4档就会当出业，摕到大学正式的学位。不管是无师自通加做赚大钱的梦想，也是当要加入菜鸟的梦想，学习永远袂伤晚，而且也有大学学位会当摕。It is niche, but it is something that's catching fire, and we began to see it as more of a proper, legitimate role, a legitimate job. 爱尔兰的东南科技大学首先开内容创作甲社群媒体4年制学术学位课程，教导想要加做梦想的人，安怎将 IG、TikTok 甲 YouTube 平台上的内容转化做收入。They're very insightful about social media, so they're really coming with a lot of knowledge. Some of them are actually working in that space already, and what they want to do is to see how they could do the work they're doing, but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of it. 这门课程当初是休热期间开设夏季速成课程，想要到真受欢迎，原本计划招收30人，率先350人报名，经过2年，学术学位课程核准设立。My friends have actually been telling me that I talk a lot, so might as well make money out of talking. 学校表示，即马大约有70%的行销人员相信网青就是行销的未来，政府也在利用网青向民众传达信息。这当是即马开拓市场的方式。公司新闻为您编译。伫咧瑞典有一位作曲家特别打造乐曲，互人类甲机器人会当共同来演奏交响乐，创下全球的头一个。优美的大提琴声一响起，众人即时进入交响乐曲的世界。目睭内观众一定会看到，正手边边啊，咧扭大提琴的是一对金丝式的机器手。其中的二弦线圆盘形装置，甲咱人的手完全无共款。世界头一摆有机器人的交响乐团，最近伫瑞典马梅里市表演，作曲家为机器人所做的交响乐。The robot arms has another anatomic structure than the human body and the human hands, which of course make me look at the cello in another way. Because suddenly there are like a lot of ways to play the cellos that I didn't think about before. 作曲家表示讲，机器手特殊的结构，可以会当演奏人的手无法度演奏的声音，所以会当用全新的方式来创作。趣味是作曲家嘛发现讲，机器人会当精准下弦，嘛会犯错，颠倒有意外的惊喜。I was also very happily surprised that it actually worked, because the pressure of the bow at one place actually accidentally put it like on a half pressure, which created like an harmonic, which made the sound to be hearable like on an octave above, which I think was really beautiful. 这场特殊的演奏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嘛显示机器人伫艺术表现顶头未来有真有发展。观众甲交响乐团拢真肯定，不过作曲家讲有部分音乐甲听了真忧心。社群媒体顶头嘛有人提出质疑，不过作曲家强调讲，这项实验是用的试验，
并毋是想要用机器人来取代人类的音乐家，是想要探索更加侪创作的可能。也继续替机器人写曲，除了计划今年较晚会去美国演出，嘛当咧和机器人厂商合作，希望未来的机器人嘛会当演奏其他的乐器，譬如讲扭bài奧林。公视新闻詹慧敏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新闻世界通，我是丁雅纯，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